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24907个本土病例，74人死亡，其中有一个3岁查甫囡仔，还有一个8个月大婴仔伫家护病房。传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月要来台湾访问，昨美国总统拜登表示讲，美国军方认为现在不是好时机。高雄莲池潭昨下晡，一个芳船的教练甲上课囡仔渡水不幸过往，专家指出，这2人拢无穿标准的救生衣。新闻开来看，咱国内今仔增加24907个本土病例，有231个中重症，74个人死亡。死亡的个案内底出现头一个12岁以下确诊引起心肌炎死亡的个案，是一个3岁查甫囡仔。指挥中心嘛宣布讲，对明仔开始，18岁以上因为工作需要爱出国的民众，得当先注第4档。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波上届新的说明。我们今天的病例有24907例，死亡个案的部分74例当中，年龄是从90多岁到这个小于5岁。针对这个儿童的部分，我做一下说明，这是一个3岁的男童，那本身是只有发展迟缓的这个慢性的状况，死因是急性心肌炎以及有新冠病毒的感染。那这个是我们首例这个12岁以下儿童染疫之后有并发急性心肌炎的一个病例。那目前我们的这个儿童死亡的病例是增加1位，数字是23名。开放因为工作需求出国，那当然这是18岁以上的民众，来施打这个第2次的这个追加剂。那么条件是说他可以在出国前2周就可以开始来接种，但是他还是要跟第1次追加剂的间隔是5个月以上。我们这边也列出就是说他需要带哪一些这个证件来，那供这个接种单位来查核。第一个当然就是健保卡，那第2个是 COVID-19 疫苗接种的记录卡。那么第3个部分就是3选1，可以有这个邀请单位的这个邀请证明，或者是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的核准函，或者是公司同意出国的证明，3个选1个。那另外就是附上机票。再来看，国内6个月到5岁幼囡仔的莫德纳疫苗今仔开始注，医师表示讲，幼囡仔患着新冠肺炎的风险是真悬，有注意风险，若当减少患着病的几率，就算患着嘛还袂重症，嘛还袂出现脑炎、密斯氏等病危。写做落去，囡仔听甲妈妈好，也毋过会当得到保护力，避免感染新冠病毒。因为考虑细汉囡仔会哭会闹无好控制，2岁以下会注伫大腿的外边，2岁以上是注伫手骨顶。因为他8月幼儿园要开学了，所以就是想说现在打刚好2个礼拜，会开学的时候比较有保护力。还是要有一点抵抗力，因为家里又还有更小的小孩，对，所以想要帮他增加一点抵抗力。国内幼儿莫德纳疫苗8月12日开始注射对象是6个月到5岁婴幼儿。台大病院头一天得到中央分配200个名额，会当讲是基本有约压满。医师表示，幼儿得到新冠肺炎的风险是悬过其他疾病。注疫苗除了会当预防感染，也会当降低着病了后并发重症，甚至出现脑膜炎、密斯氏等病危。对于 Omicron， 它的预防效果大概50%到70%。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话是要预防重症，预防重症的效果还有密斯氏的效果有80%到90%。医师提醒家长，囡仔注射了后可能会出现一寡不良的反应，拢是属于较轻、暂时性的，像注射的部位会痛会肿、爱困、较袂爱食物件、发烧等。临床试验中无发现心肌炎等死亡案例，家长毋免伤过烦恼。若有其他相关疫苗，也会当同时注，无需要让时间注。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边境开始放零，因为 BA.4 和 BA.5 等变种病毒是愈高月，外界嘛真烦恼讲，咱国内敢会阁有后一波的大流行？有医师是认为讲要有心理准备哦，嘛呼吁讲赶紧去注疫苗是上好的防疫。外国最近出现 BA.4、BA.5 的疫情，台湾顶礼拜嘛出现头一个 BA.5 的本土个案。
外界烦恼讲，即马边境持续放冷 ，BA.4 甲 BA.5等等传染着更较强的新型变种病毒，恐惊会引起国内后一波的大流行。我觉得真的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比较麻烦的是说BA.4、BA.5会在那个 BA.2已经感染过的人会再感染，对于说身体比较脆弱的人，还是会有重症的可能就是还是会再住院。医师表示，决定敢会当压过 BA.4.5这波疫情的关键，也是伫注疫苗的人数。不过，国内将一波大规模去挖着 BA.2的人，到达已经过3个月左右，所以对 BA.4.5防护力也是较弱。虽然病毒一直在变种，不过人体也是会豆豆适应新冠病毒。我们人体对它的一个 T 细胞反应是不会有很厉害的一个变化，所以，未来的一段时间，不管它是 BA. 几的变异株出现，大部分的人口慢慢，不管是打疫苗或自然感染，有了免疫力之后，它应该是有逐渐死亡率下降的趋势。在日大指挥中心针对骑奥多摆、骑脚踏车，还有伫户外较空旷的所在做工课的人，放令会当免挂喙罨。伫户外散步嘛，算是一种运动，会当免挂，引起讨论。针对这点，李炳英认为讲，伫户外感染的几率真低。外国是用室内甲室外来做区分的标准。不过，若是亲像职业球场，虽然伫户外，不过人员也是会组织，都应该把这种室外活动看作是室内需要挂喙罨。记者综合报道。有风声讲，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会伫后个月来台湾访问。不过，美国总统拜登是表示讲，美国军方认为现在不是好时机。拜登嘛讲到讲，希望伫未来10天内底，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会谈。咱国内学者是指出讲，美军应该是烦恼佩洛西来台湾访问，会造成两方的关系愈紧张，甚至引起军事冲突。外传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后个月访台，展现对台湾的支持。不过，美国总统拜登亲像对这件代志有所保留，佮表示可能伫10天内，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The military thinks it's not a good idea right now, but I don't know what the status of it is. What President Xi said? I think I'll be talking to President Xi within the next 10 days. 学者分析，针对佩洛西访台，中国除了伫外交表达抗议，也暗示解放军可能会有所反制。美国无希望造成美中军事紧张，甲两方军事冲突升悬。刘伟认为，朋友之间的往来，袂当随在和恶界出兵来决定。佩洛西他的出访，国务院应该并不是那么的反对，只是正好遇到可能会在习近平跟拜登通话的前夕，所以这事情突然变得比较敏感一点点，而且很明显就是，美国的军方应该会感受到更多中共解放军那边的压力，所以军方的反对态度变成拜登脑中里面好像是最主要现在美国在顾虑的因素了。台美之间的互动，中国的恫吓是常数，如果把中国的恐吓变成台美之间往来的重要考量或决定因素的话，那下一次中国将会变本加厉。针对将要到的拜习会，学者分析，有了拜登甲习近平将聚焦关系俄乌战争、伊朗核武等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副总统赖清德顶礼拜去日本参加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家祭，回国了后，今仔出席公开活动。伫致辞的时阵，伊嘛感谢安倍对台湾的付出。副总统嘛批评中国常常出动军机，是破坏区域和平稳定。另外，日本伫9月底会帮安倍来办国葬，日日委希望讲总统蔡英文会当亲身去参加。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嘛表示讲，相关的规划等于甲日本方面沟通。副总统，我们讲一下安倍对台湾的贡献好不好？面对提问无做回应，副总统赖清德顶礼拜去日本参加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家祭，返来台湾结束隔离了后，头一天出席活动。这边伊去日本的行程，甲定调是私人的行程。赖清德伊全程拢真秘手，无发言。返来台湾了后，头一遍致辞，伊是感念安倍对台湾的付出。前首相安倍晋三特别讲出了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看看日本安倍首相对台湾的帮助，或是日本对台湾的支持，从来没有预设前提。赖清德去日本，中国强烈抗议。
赖清德嘛批评中国的军机行动破坏区域和平甲稳定。也若伫9月底，日本会替安倍来举行国葬，立委发出讲爱互总统蔡英文亲身去吊唁，到时声明要代表出席，引起关心。外交部与驻日本代表处将会密切关注日本政府的相关规划，那我方也会与日方保持密切的联系与协调，并做出适当的安排。外交部嘛宣布讲，经自民党干事长石破茂，阁有自民党议员、经防卫大臣平田正一，才会请一关心安全防卫问题的日本议员团体，会伫27来访问台湾。伫安倍误杀身亡了后，搁再来展现出对台湾的关心是未改变的。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昨去艋舺龙山寺参拜，有民众抗议红领走。蒋万安今仔批评讲，陈时中嘴讲以民为先哦，也毋过表现算毋是这回事。另外，陈时中嘛针对艋舺是防疫空帮来回释咧，也毋过黄珊珊嘛讲哦，应该爱先甲防疫空帮到底是艋舺还是桃园的诺富特讲好清楚。台北市府宣布进行方案2.0，为产业、商圈到市集、展演，要降低疫情的冲击，刺激消费。去年本土疫情大爆发，讲艋舺是防疫空防的讲法引起争议。针对这点，陈时中搁一概回释咧，不过黄珊珊是无咧信伊迄套。陈部长昨天到万华，然后说了一句道歉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强调，如果他不是要下来选举，他会不会道歉？部长可能要说清楚，到底万华是破口还是诺富特是破口？陈时中20去龙山寺拜拜，有民众要တင်情，操随防驱离。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批评讲，陈时中嘴讲以民为先，煞是甲民众拖去边啊。透早一个民众搁一概出现，通讲敢有属鬼的观念，嘛互现场的人议论纷纷。嘴巴上讲以民为先，但是就是把民众拖到旁边，嘴巴上说责任来我就扛，但责任还没来，民众就被扛走。我想这事情大家都是同理心啦警察有维持治安、维持这样的一个秩序的一个尺寸，我想对各个候选人都会是一样的。针对蒋万安一直讲防疫无及格的代志，陈时中嘛回应讲，会当做甲全面对抗疫情，政府头一步已经算是成功。为真济排名来看，台湾的成绩其实是袂歹。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年度的汉光演习就要开始咯。今仔早起，宜兰苏澳军港出动真侪只军舰，嘛有空军的战机伫太平洋演演哦。陆军嘛出动航铁部的直升机伫台北港演练。对画面上会当看到有2台阿帕奇攻击直升机伫空中的盖号，佮有4台乌鹰直升机嘛在进行人员的运输，来模拟台北港受到日军攻击的反应。另外，海军派2级的巡洋舰舰早起嘛对苏澳军港出海，要伫苏花外海先来演练大规模海空的联合作战。根据了解，后礼拜的汉光演习，三军总司总统蔡英文会坐军舰出海，亲身来教阅这场操演。再来看军备局第205厂早起展示上新的 T75K3 手枪顶新型的武器。第205厂嘛表示讲，目前伊嘛在研发后一代的步枪，是参考美军步枪的设计。国军顶现国防自主，军备局第205厂是国军轻兵器弹药、火炸药唯一制工来源。即摆上新生产的 T75K3 加 K1 手枪研改而成，参考手枪设计大成，全程检查性能提升，强化射击稳定性。第一阶段已经报告国军14040支，第二阶段交予宪兵统计采购15000多支。目前射手如果他有需要这个大或小的需求，我们都可以来做相关的替换。另外，国军发展骑兵作战狙击枪作为主要狙击武器，205厂研发的上新狙击枪有效射程1000公尺，采取5阶段会当全球式冲突，操作更加顺手。最近也继续交付陆军、海军陆战队。厂里面现在正在配合军种在开发下一代的步枪啦。兵工厂这部分到时候会配合军种的需求，看到时候后续看是怎么量产，那我们就会配合他们的需求的数量，那逐年就会去生产这些东西。
军备局2005厂表示，生产的各项武器装备都是为买强化国防基础战略，也表示当咧研发后一代步枪，将美军步枪纳入参考，研发方向会符合世界趋势。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屏东的三军联训基地传出讲有战车炮塔系统出问题，造成官兵受伤的意外，其中有一个阿兵哥是有性命危险，佮会抢救。装甲564旅蒋姓士官与全新士兵今日上午执行3军联训基地战车鉴定作业，疑似因战车炮塔稳定系统异常，人员遭炮管撞击。经单位紧急送医，目前蒋员腹部挫伤，生命真相稳定，全兵尚未恢复意识，持续救治中。进驻屏东三军联训基地陆军564旅，早起伫执行战车鉴定的作业，一个姓蒋的士官，甲一个姓全的阿兵哥，因为炮塔稳定系统出问题，互炮管去弄着，姓全的阿兵哥失去意识，姓蒋的士官腹部受伤，无性命的危险哦。目前2个人拢伫病院，北军团已经来到家属，陆军司令部嘛已经成立专案小组，要来调查事故的原因咯。再来看顶礼拜二有桃园龙潭的家长发现囡仔对幼儿园倒来，身躯有真侪所在乌青着伤哦。后来发现讲是互幼儿园的老师拍，一开始这间幼儿园阁无承认哦。后来家长报案，了监视器来厘清真相。到桃园的教育局嘛罚这间幼儿园14万，停止招生1档。相片内，规身躯拢是伤痕的细粒身躯，拢互家长再次感觉心碎。为了互3岁外囡仔平安上课，妈妈特别伫全国教保网找到优良无采罚记录的幼儿园，想要到顶礼拜2。煞伫洗身躯的时阵，发现囡仔身上有遭到施暴的痕迹，第一时间到幼儿园查证，园方也说讲未晓操作监视器，被所有老师集体虐待。在这个空间里面，不止一位老师，还有其他的阿姨、行政人员、教保员，他们看着我的孩子被虐待，还有一个老师在看到虐打的现场之后，直接去关门。他们默许这个暴力在校园发生。我看着我的小孩的伤痕，我真的。涉嫌施暴的其中一位姓陈的老师，连幼儿证照也拢无，明显出现管理空棚。民众党立委赖香莲表示，汤市所公告的幼儿园评鉴指标，其中无任何监视保护甲师资监督细节，应该检讨评鉴标准，才会当杜绝这类的错误。监视器的双向性无死角的这样的规划，还有这些老师们自己是不是有情绪管理上面需要介入，就是师培的部分也不完整。那还有园方自己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无照的老师，那为什么这个教育局会让他继续存在？幼儿园随即将官方网站甲面册粉砖关起来，家长即期园方想要暗藏这件代志。汤市教育局调查了后，确定校长甲社团的教师有不当管教甲苦毒的状况，函报教育部2个人终身袂当从事教保工作。另外，园方无善尽管理责任，是依法采取14万外的罚款，停止招生1年。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一间特教学校高职部学生哦，对高一开始就互一学校一个姓陈的导师体罚，嘛造成这个囡仔有无想要歪的想法。学校2届调查，这个老师拢无问题。也毋过社会局是认为，这个老师已经违反儿少法，冇开出罚单咯。林本基金会今仔早起去学校抗议，要求学校唔通阁暗藏老师的行为，应该爱改聘这个老师。解聘暴力老师。解聘暴力老师。来到学校门口有被报调，林本基金会不满学校放任着班导长期对学生来体罚。林本讲老师体罚伤侪届，甚至家长嘛看过，爱老师唔通阁体罚，状况也是共款。去年12月初，囡仔倒去厝内昏迷2天，厝内人家送病院，病院认定这个伤势无单纯，通报有儿童防苦毒。我的头，还有呢，我的脚。你当下有没有哭？有，哭了很多次。林本表示，学校2月回报教育局，查无老师违法，互提回来。5月嘛共款，这个是学校要维护老师。
咱日前学生的心理评鉴报告出炉，显示学生除了伫看医生的时阵有伤痕，嘛出现了创伤后的压力症头。社会局对着老师开出罚单，学校下晡嘛要召开着告评会，审议老师敢有失任。所有儿虐的老师都应该比照教师法的狼师条款，也就是说，只要社会局开罚成立，一律解聘。 就不要再送到教评会，让他们去实施相互了。这位老师的相关的问题，学校都会依照相关的法令去处理，已经进行到第2次的调查，那结果会呈报教育局。 学校强调，敢要改聘，要由客观的事实来认定，一切依法办理，袂来违法任何人。不过教育局回应，已经2届对学校调查的报告内容有异议，要学校退转去调查。后续若真正有这件代志，会照相关的办法，请告评会要审议，敢要来改聘这个老师。记者王刘婷、陈显坤个人报道。 国际新闻来看，英国执政的保守党党主席第5轮的投票结果出来了。目前是剩前财政大臣苏纳克、跟外交大臣特拉斯这2个人做最后的对决。首相江森总伫国会出席最後一場的質詢哦。伫落尾時陣，伊是用西班牙話講，後會有期。Mordaunt 105, Sunak 137, Truss 113. Therefore, Rishi Sunak and Liz Truss will be the candidates going forward to a final ballot of Conservative Party members. 英国执政的保守党党魁选举第5轮，也是党籍国会议员最后一轮投票的结果出来。票数上少的国际贸易副大臣莫丹特出局，由前财政大臣苏纳克加外交大臣特拉斯决选，2个人重点拢放伫咧2年後可能的國會大選。The question now for our members is, who is the best person to defeat Keir Starmer and the Labour Party at the next election? I believe I'm the only candidate who can do that. 特拉斯伫咧前一輪的投票是排第3，上尾輪的時陣逆轉成功。BBC 報道有民調顯示，特拉斯加蘇納克2個人對決，特拉斯會贏。 We've got 2 years until a likely next general election, and I want to deliver for people. I want to deliver lower taxes. I want to help struggling families. I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 unleash all the potential and talent across Britain. 差不多20班的保守党员8月初會收到選票，9月初2進前完成投票。新首相連選9月初5就會讓知影。因那看守首相強生20伫咧國會出席最後一場質詢時陣，永遠是一個人戰眾人，也可抗既定的人甲美國保持密切的聯絡，支持烏克蘭人，也個盡量減少上班管制措施。Mission largely accomplished. For now, I want to thank you, Mr. Speaker. I want to thank all the wonderful staff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I want to thank all my friends and colleagues. I want to thank my right honourable friend opposite, Mr. Speaker. I want to thank everybody here and hasta la vista, baby. Thank you. 强生上尾也引用电影《魔鬼终结者2》审判日的经典台词，以西班牙语表示后会有期，互人正好奇伊心内想的是毋是迄句 I will be back。公司新闻张伟林5期抢编辑。再来看欧洲世界龙的火烧山哦，天气伤过热，嘛，互烤化愈严重。英国甲法国这几天温度受较低淡薄啊，也毋过是换南欧的希腊等国家发生火烧山，希腊的雅典所有的消防车拢出动去拍火哦。美国总统拜登昨嘛宣布讲，要投资23亿美金，要来建设会当对抗极端气的天气、有自然灾害的基础设施。消防车驶去一直青烟的山区，这个数百居民已经有刷咧2天野火逼近，一暝拢撤离去。首都雅典上介少，还佫有2个人因为呼吸困难，佫小可小着去大院。东北边25公里的潘提里山，才有数栋民房拢去烧去。消防官员表示讲，有真侪礼拜的这个炎热大暑，加上长期的高温，发生生命大火的风险一直增加。这波热浪烧气已经伫葡萄牙夺走超过1000个人，还佫有西班牙夺走500条人命。英国甲法国的气温已经有煞咧降低，法国伫拜2高温40度，拜3降低到20几度。不只个西班牙、意大利，还佫有斯洛维尼亚、含希腊，消防人员一直咧无闲。
希腊雅典差不多是所有消防车拢出动，不过每小时80公里的风速，互火势真恶咧控制。过去意大利有爆发几落场真严重的森林大火，煞咧出动直升机来压水。政府嘛宣布讲进入到上悬坎级的热浪警戒。伫罗马甲佛罗伦斯有一条主要的铁路嘛有甲暂时关起来。西班牙中部萨莫拉省的一场野火已经得到控制，也那西北边加利西亚还有2大野火还搁咧烧。面对极端高温，美国德州嘛爆发森林大火。总统拜登伫27天伫满州参观一搭海底电线制造厂的时，宣布要投入23亿美金协助建设会当抵抗极端天气还有自然灾害的基础建设。This is an emergency. An emergency. I said last week, and I'll say it again loud and clear. As president, I'll use my executive powers to combat the climate crisis in the absence of congressional action. 对满洲转去马里兰州了后，伫安德路联合基地，记者咧追问 ：Mr. President, you talked a lot about climate being an emergency today. Why not just declare it an emergency? We'll make that decision soon. 美国这礼拜对东岸的纽约到西岸的拉斯维加斯，拢经历过超过38度的高温，总计有1亿个人受到影响。若是讲拜登宣布进入到气候紧急的状况，有可能会调拨联邦政府资金，加速美国能源转型。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罗西亚要出口予欧盟天然气，主要供线北溪1号按算利益就会当受理核实。罗西亚总统普廷表示讲会恢复供应天然气，也毋过欧盟嘛是希望成员国到明年的3月之前至少爱减少15%的天然气使用量。面对俄罗斯可能威胁切断欧洲天然气供应，欧盟表示讲，俄国当咧使用能源做武器，所以执委会表示需要做好准备，并且提出从8月开始到明年3月，成员国都爱减少15%天然气使用量的方案。We are asking the member states to reduce by 15% the gas consumption. 15% why? This is the equivalent to 45 BCM of gas. And with such a reduction, we can make it safely through this winter in case of a complete disruption of Russian gas. 伫最近展开内部的整顿的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嘛表示讲，欧盟对俄罗斯第7道制裁还阁无够，还阁批评俄罗斯用天然气，甲欧洲当作人质。Ми бачимо, наскільки помилковою була політика деяких старих лідерів європейських країн, які зробили Європу заручником постачання газу з Росії. І поки ЄС не наважується включити газ до санкційних пакетів, Росія використовує газ для своїх власних санкцій. 俄罗斯总统普廷针对北溪1号天然气管线，伊的输送量，甲台北6城提出驳回，强调讲是因为有一台送去加拿大维修的放心机，无照时间搭送转来。普廷阁要求加拿大的维修品质。Вернут эти машины, одну во всяком случае вернут. В каком качестве вернут? Каковы там технические параметры после выхода из этого ремонта планового? Может быть, вот здесь Дима правильно сказал, может возьмут там в какой-то момент и отключат это. 加拿大头起先用制裁做理由，禁止甲设备送向俄罗斯。这台放心机上尾伫17才为加拿大甲空运。根据路透社在港的人伊消息讲，北溪1号办批要伫20日恢复送气，不过伊的供应量会减少去。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继续来看国内消息咯，高雄仁慈潭昨下晡有旁尊教练甲上课囡仔渡水，2个人拢不幸过往。嘛发现讲教练甲学生囡仔拢无穿标准的救生衣哦，这查甫囡仔只穿简单的救生衣尔。昨个意外嘛，互仁慈潭的安全管理受到质疑。消防队20号下晡找到隔港透早，21号透早6点总算找到失踪教练的遗体。高雄联段20号下晡，一个教练甲9岁学生做旁船体验的时阵冰船，2个人拢不幸死亡。无人机发现那个疑似蔡教练，然后橡皮艇就过去支援，然后将这个蔡教练载送上岸，经过抢救不治。这个教练是有30几档经验的资深好手，是安怎会意外冰准？专家又是伫大风下做短旁的动作的时阵发生意外。激烈的转帆的动作，一个有可能绳子勾到了船尾，所以帆跑到另外一边跑不出去了，
的卡在那边受风，所有的风压的力量全部到那边，所以人家就没办法一下猝不及防，没办法去平衡好。消防甲检察官证实，事发的时阵，两个人拢无穿标准的救生衣。当学生穿简易的救生衣，但有教练表示，简易的救生衣也是浮力衣，伫发生意外的时阵，恐惊会因为波力无够，也是脱离身躯造成危险。我们在落水的时候，如果双手往上时，那我们因为没有裆扣的部分，那可能会导致救生衣往上，那人往下的这个状况。那我们这时候中间的那一件有裆扣的救生衣，那我们就可以去抗衡这个东西。高雄联大伫去年的洪水，互民众检测了后，落水就唔免报备，只要伫湖边扫 QR code 就好。但公告冇写爱穿救生衣，只是因为联大伫水、观光甲娱乐活动等管理，分别属观光局、文化局等无同的单位，真歹厘清管理的责任。这摆意外嘛显出强管可能会出现的管理问题。记者陈焕武、面交馆高雄报道。再来看苗栗昆武废弃物掩埋场的争议继续的炭烧。今仔透早，昆武公司为着要试运转，有20台笨色车，佮将近300个保全伫现场的准备哦。就顾会成员不满抗议，嘛发生冲突，有10外民众受伤。椅仔甲石头伫咧空中飞，也有人摕着环境水乌白喷。伫咧苗栗造桥龙兴村的昆鱼事业废弃物掩埋场，21号半暝3点左右爆发冲突。昆鱼公司要入场执行专量试运转，有将近20台载运废弃物的车队伫咧省道第一线待命。另外，搁再请来200-300名的保全强势清场。伫咧现场固守的反昆鱼自救会成员反击，总共有15位民众受伤。好几个乡亲被拖进去打，好恐怖啊！被拖进去里面打。被打断2根肋骨，还有他满脸都是血，他被铁条直接打到脸。那喷辣椒水，还有甩那个桌椅啊，那个造成很多乡亲受伤哈，数十位了。那现在住在那个卫生福利部苗栗医院的，差不多有10几位。昆鱼掩埋场争议超过20年，苗栗县政府今年搁再一次核发试运转许可，规定伫咧9月11号之前，入场掩埋的废弃物总量至少要2160吨。针对这一届的冲突，昆鱼公司结果进前无回应。自救会是批评官府甲警方消极无作为，拢伫咧为昆鱼护航。环保局是表示，昆鱼并无伫咧申请协定的地磅站过磅，属于违法。警察局是驳回，一切依法行政，对着闹事的人拢会肃正严办。我们本局绝对没有偏袒任何一方，如果有任何违法，我们绝对依法严办，制裁暴力，绝对不手软。警方一度针对第一线南北双向的交通管制，早起8点才恢复通行，而且甲环保局联合稽查昆鱼废弃物的车辆，伫咧确定过磅无符合规定了后，要求车辆离场。警政署也加派保育甲保视总队的警察前来支援，防止新一波的冲突。记者苗栗报道。自救会成员反对昆武废弃物掩埋场，要求要停止试运转哦，嘛去告苗栗县的环保局。今仔早起，台中高等行政法院宣判自救会胜诉。苗栗县环保局是表示讲，会尊重判决的结果，遂停止试运转。在离法院宣判进前，昆武事业废弃物掩埋场外口，伫半暝2点外开始出现人潮，传出昆武要运入事业废弃物来进行试运转。在地反掩埋场的自救会乡亲集合，开发方嘛派出人员，两边发生冲突，有人受伤流血，立委同声谴责暴力。为什么公安的盾牌，苗栗县警察局都只对人相信？村民也甚至认为，就是说警方在袒护昆鱼。自救会不满苗栗县环保局和昆武继续来开发决定提告，而在台中高等行政法院宣判自救会赢。协助诉讼的律师詹顺贵指出，开发单位为着要规避宽屏缩小开发的面积，甲连外道路地磅站切割，但法院无认同。客观的标准，但主要是依照它整体开发计划的内容来做判断。好，那不是开发单位想切割就可以切割，也不是环评主管机关想要护航就可以护航，法院有最后审查判断的权利。苗栗县环保局表示尊重判决的结果，是毋是要上诉或者是补办宽屏，拢讲要等到收到判决书了后才来决定。依法院判定
判决结果来做嘛。我们会暂时先停止他的试运展是吧？已经通过兴办事业计划许可的空务案，6月中重新得到试运转许可，期限是9月11号。历史将顺规指出，若无伫期限之内完成试运转，规个开发案恐惊是规零。若要继续推动，就要重新提计划，加进行宽屏审查。记者综合报道。关金以感股无股不成金。今仔台湾日子，咱要来怀念1906年7月2日，伫桃园出世的台湾民谣之父丁武宪。苏桂芳、岳叶修、望春风佮吴亚辉哦，这几首歌，就算大家毋捌白晓唱，嘛一定拢有听过哦。这拢是丁武宪的作品。丁武宪伫3岁时阵，爸爸是对桃园来到台北师范学校来教汉文。丁武宪伫15岁嘛考到台北师范学校，伫学校学音乐，甲日本的作曲家一条信三郎来学作曲。毕业了后，伊就做老师哦。伊21岁结婚，因为相爱音乐咯。伫24岁迄当哦，伊辞掉老师去日本留学学作曲。等来到台湾了后哦，伊发表用日文写歌词的《大稻埕行进曲》。互外界注意到伊的才华。1911年，有一个记者黄洲，伊笔名叫新明，伊发表一篇文章提倡讲，咱得爱整理咱台湾家己的歌谣，唔通互咱的囡仔拢会唱日本的囡仔歌哦。有真侪人认同响应哦。有一个作家叫廖汉成，伊就写一首囡仔歌的歌词，叫做《春天》。丁武宪就帮伊谱曲，就是咱即马听到吴亚辉，其实伊本底哦是一首囡仔歌。后来伫1933年重新来点词出版哦，这是咱即马听到的吴亚辉的版本。伫日本世界末期哦，丁武宪有真侪歌拢互日本政府改做日本军歌，吴亚辉就改编做英语的军歌哦。伊鼓励台湾青年投入大东亚的战争。迄当时日本皇民化运动打压台语流行歌曲，一定互丁武宪真有助哦。伊阁互要求讲要配合殖民政府来创作违背诚意的政治宣传歌曲，所以就辞掉唱片公司的头路，回去打册咯。1944年6月11日，丁武宪伫承德来破病过身哦，伊才38岁尔。本身是客家人的丁武宪哦，伊一生虽然是真短，也毋过创作出真侪杰出流传后世的台语歌，让世界真出名的男高音，从美国到台语天后江蕙，嘛捌合唱吴亚辉。所以音乐家简祥林老师就形容讲，永远拢袂冷的吴亚辉，这嘛是人生有限、艺术永恒上好的代表。今仔台湾历史上的大代志，讲互观众朋友来了解。咱继续来看台南伫2024年哦，要迎接建成400档，但市政府昨就宣布讲，台南400档的活动正式开始咯。嘛，找金曲高歌歌王谢明佑来替台南写一条主题歌。你台南我爱你，台湾特别有台语，西南在土里观光客呢，台南是左转到北阿里，靠一里来，你去台南我爱你。金曲歌王谢明佑甲大基做伙写一条慢慢变台南的主题歌，甲台南所好耍好食，甚至是台南人的口音，拢总甲写入去。其实背景音乐里面还有《安平追想曲》，还有《南都夜曲》，就是有台南的歌，我拢甲藏伫咧内底。唔有台南款的主题歌，嘛有公布活动的主视角甲官方的标志，这拢是要替台南400年的活动咧立场。现场荷兰办事处代表谭敬南嘛来参加，因为400年前就是荷兰人伫台南安平起热兰遮城，嘛是台南甲世界交流的开始。刷落来这2档嘛有济纪念活动。每年是399年啊吼，啊其实嘛剩无偌长的时间。每年的国际的学术研讨会上少差不多有2场安尼吼。啊另外就是讲，其实台南400年涵盖唔单是历史文化，其实嘛有包括城市的改变、都市的改变，包括交通、包括水利、哦，包括环保等等。其实这3档来，市府委托生态伫热兰遮城考古甲研究，就是希望了解规个王城，甲当时住伫这片土地昔日族人的秘密。
市府嘛计划要结合科学行动，协助因做伙找找400年前的历史痕迹。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北捷运板南线，今仔早起7点外哦，档啊出问题，有民众甲当时的状况铺上面册哦，其中有一节车厢一直咧清白的，佮有臭灰大味，有1000外的乘客是先落车。台北捷运初步调查哦，是电路的信号出问题，讲耽误着3分钟。也毋过有民众讲哦，车帮是慢半点钟才到位。伫台北捷运板南线有烟味车厢一直冲出来，还佫有臭灰大味，乘客悄悄落车。日早起7点外，台北捷运板南线有列车的档啊各样，迄当阵车顶差不多1000个乘客，都爱伫港仔喙迄站落车。迄当阵拄好是上班时间，若是港仔喙迄站落车的人真济，包括中孝新生站、中孝复兴站，即种大型班车的车头，都亲像下年迄天共款，等车的人真是规个叉。从上面看下来，就是人山人海，蝗虫过境啊，月台下面是走不进去了，我们就在上面等。台北捷运表示，港仔喙迄站差不多伫7点03分发生档啊各样的问题，车慢分差不多3分钟。另外，伫府中站嘛发生几道的电路信号无正常，照标准的流程，针对板南线的中山市、港仔喙、新埔、中孝新生、甲中孝复兴这5个站做人流的管制，差不多伫9点半解除管制。旅客反映车上有焦味，行控中心依照 SOP 在江子翠站请车上约1000位旅客下车，改搭下一班车。延误时间约3分钟，等好几班车才能上车，因为人太多了，变成我回到南港那边都已经快迟到半个小时。台北捷运表示，板南线透过调整列车的时间，调度部分的列车，缩短往市区方向车帮的时间。一旦列车故障详细原因，还该进一步检查了后才公布。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有民众赛车带囡仔去花莲的美仑溪口出海口去佚佗哦，伊个甲车停伫中山桥，落车的时阵，囡仔一脚就踏入去排水坑内底，险啊半倒。虽然是无着伤哦，也毋过家长是认为讲公安有问题，也毋过有人讲哦，桥顶本底就无应该停车咯。相片内底，即个穿粉红仔衫的查某囡仔，打车落车，倒脚规支落落去桥顶的排水坑。虽然伊无着伤，嘛无咧哭，不过家长认为讲，这款情形实在是伤恐怖。有人认为，伫桥顶本来就无应该停车。其实平常也不会想到这里有一个这么大的窟窿，因为是排水用的，但是应该要做好安全防护。怎么会有人掉下去这个地方？这个是人行道，这个是车道，怎么可能？要么也是摩托车啊！这个事件发生伫花莲市中山桥，一个年某带朋友的囡仔去美仑溪出海口的和平公园遐佚佗。迄当阵，伊甲车停伫桥顶瓦当边，甲囡仔开车门要好落车。不过，这个囡仔的倒脚钻落这个坑内底，虽然囡仔无着伤，不过家长呼吁相关单位应该要注安全问题。希望民众不要停在桥面上了，会影响交通安全。但既然前面排水孔过大，可能有造成民众尤其是儿童他会踩进去的这样的一个疑虑。那所以我们可能会来研议一下，看看怎么样去改善。警察处强调讲，中山桥是民国73年起的，迄当阵排水孔的设计拢较大坑，不过前到大拢无听过发生这种情形。目前已经派人伫桥顶22个排水孔的所在安查帮，按算日就会完工。记者综合报道。即卖迄落啊，嘛是毕业生找头路的时阵哦。有立委调查指出，讲去年违反劳基法的前10大公司，其中客运佮运输业是占一半，伊加班违规的情况上严重哦。所以呼吁讲找头路，要特别注意。劳动部嘛强调讲，会继续来加强专案的劳检哦。交通部嘛表示，会辅导业者来改进，提升劳检量能，保障劳工权益。大社会考核要求劳动部等单位提升劳检的量程，保障劳工权益。因为当时后来也是学生出校门毕业找头路的时阵，有立委针对去年违反劳基法的公司进行调查，发现前10大的违法公司，像花莲客运、中兴巴士、指南客运、国光客运，也有大型物流，拢有在内。等是客运业甲运输业竟然占一半。希望能够提供这样子的资讯，作为求职的参考。而且在疫情跟通膨的冲击之下，劳动环境其实已经很辛苦了哈。立委甲捌伫劳团服务过的
当值机关参选人批评一寡客运业者，有的是摕交通部的补助款，煞互员工超时工作，违法和非法，互外界有一种倒手摕补助正手纳罚款的错觉，要求劳动部甲交通部进行改善。我们在108年以后，我们跟中央各部会有很密切的合作，就是他们有在对企业进行类似像租税抵减或者是投资优惠，我们会提供事业单位个别来申请事业单位他们的过往的劳动检查记录，然后来当成他们后续来评鉴啊或者是审核的一些参考。我们有责任去要求他们一定要符合法规啦。好，那如果确实有反映到劳检哪一个部分哪一家特殊业的状况不理想，我们就会请公所局这个加强去做督导了。立委也要求针对发物件的事业单位，也是负责人，劳动部除了加强体查，更较应该针对违法样态进行分析，切力提出除了裁罚，也是辅导以外手段，保障劳工上基本的合法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一个36岁姓黄的通缉犯哦，伊甲家己当作是厝主，要甲家己洗的厝，搁洗出去。伫台南市的新营，搁有新市哦，是犯20外件诈财的案件。伊人嘛已经向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咯。姓黄的男性带2位民众行入去电梯内底，准备上楼看厝，毋过伊说是通缉犯。最近有民众伫网络社团发文，讲新营地区出现洗厝诈骗的手法，警方深入追查，发现36岁姓黄的嫌犯犯案，落尾是伫屏东垦丁改掠起来。那被害人见假房东持有租屋钥匙，降低戒心，没有查证清楚便交付租金。那案经本分局积极侦办，发现有案通缉再生的黄姓犯嫌涉嫌重大。警方调查讲，姓黄的嫌犯先向原地厝主拍短期合约，等到合约要到期，才搁从网络假做是厝主带人看厝。因为嫌犯有锁匙，受害者就把定金甲租金交予嫌犯，有3个人互骗，计共骗4万外块。嫌犯收钱了后就无去啊，被害者只好报案。都唔还定期，登记好，都1、20日吧。伊怎去看到上网去报的阮。互要去做人已经伊共做的毋是伊个啦，钱摕了，银行就搬。搬走啊？搬去别位的时阵，搁去租厝，租一间套房，搁去骗3个、6个款咯。新营警方组成专案小组，查出嫌犯伫台南市的新营甲新市涉嫌犯20层假厝主骗钱的案件。警方落尾是伫屏东的垦丁，甲嫌犯掠到，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警方也呼吁民众，若洗厝时发现租金伤过低，也是无合理，要未确认厝主的身份认前，一定要洗记。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一对台湾甲日本的同性伴侣哦，去年伫台北大安户政事务所登记结婚，因为互拒绝，诉愿嘛互退回，所以因提起行政诉讼。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今仔是判2个人胜诉，户政事务所就爱互因登记结婚。真的很感谢大家的支持，感谢就是法官的成全啦，好不容易可以当就是名正言顺的夫妇了。除了感谢，也是感谢，因为经过1年多时间，代理跨国同性伴侣阿秋甲友杰总算拍赢官司。同性愛者も異性愛者も変わらないよっていうことを証明したいと思っていたので、同性婚が成立する過程とか瞬間とかその後をずっと見てきて、自分にもやっぱり結婚ができるっていうのが分かった時に、本当に人生に光が差すようなすごい嬉しい気持ちになりました。阿秋甲友杰交往6年，虽然伫台湾同性婚姻合法化了后，就已经办过婚礼，不过因为法律规范，甲日本的同性婚姻也未完全合法化的因素，去年5月到户政事务所登记结婚，互拒绝，诉愿也互驳回，一直到提起行政诉讼，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立意宣判2个人胜诉。大安户政拒绝他们登记，驳回了我们的诉愿，这些部分都被法院认定是违法的。被告机关应该要依据去年5月7号所做的申请，做成他们在那一天结婚登记，不要再浪费司法资源，不要再上诉阻挠人民的幸福。日本的法律不平等。因此导致他们的困难。高等行政法院做出正确的判决，我想日本政府也听取这样的一个声音。律师指出，在即卖法律之下，已经有几对跨国同性伴侣得到胜诉判决。
所以呼吁相关单位唔通去上诉，也无应该将这案看作是个案处理，应该爱全面保障人民的结婚自由甲平等权。这个案被告大安户政事务所回应，有关法庭的解说会等收到判决书了后，再甲内政部进行讨论，才会当确定敢是要上诉。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伫屏东的东港哦，有一间介绍真实在、真小的便当店，最近物件拢会起价，也毋过这间便当店哦，同款是小个大碗，有鱼、有肉、有菜，才40块哦。头家讲，因为伊有家己的鱼船，所以成本会当加减啊吸收。慢慢讲，互在地弱势甲老人哦，会当食好营养，无法度负担。即摆万项拢起价，物件是贵三三。毋过屏东东港的即间便当店，煞是坚持甲介绍压好价，鱼、肉、菜饭拢底好甜甜，安尼竟然50块阁有走。你也看规排拢彩色。啊，介绍呢？介绍哦，够俗的。你也看因的鱼啊，这你外口自助餐无得看。迄拢真鲜啦吼。足鲜的啊。冬日的啊。啊，冬日的啊。啊，看古早味，大家拢较爱食古早味，啊，袂歹啦，伊这菜袂歹啊。菜色澎湃佮青草，口味也是互人学了甲会搭子。这间店也累积真侪市场的人客，头家也强调讲，因家己有船咧讨海掠鱼，这鱼啊毋只青。毋过煮甲大粒干、细粒干，头家煞想办法甲成本低甲上价，这拢是为着要照顾在地弱势甲时代。叫阮遮有迄老人吼，老人拢食迄落哈，一个月食迄3000块咧食的，所以讲拢一定爱安尼，老人拢会较算较俗啦。伫这个物价称悬的时代，店头用俗价甲善心、用心来煮食，照顾劳苦的大众，有影互人真甘心。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是音乐之都，今仔互经济学人杂志社哦，选做是全球上下人大的都市头一名。主要是因为维也纳有正完善的基础设施哦，佮有正优秀的医疗保健系统，文化甲娱乐的活动也拢正丰富。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有丰富的音乐历史遗产，互人叫做音乐之都，也常常伫咧国际各大城市生活品质评比排行榜排头名。这项调查包括221个城市的美食生活品质调查，维也纳已经10遍排第一。另外，伫咧绿色城市指数、智慧城市排行榜，维也纳也拢排第一。经济学人资讯社以全世界172个城市做对象，所做的2022全世界宜居城市评比，维也纳如果打败纽西兰北岛城市奥克兰排第一名。报告内面讲，因为防疫措施，博物馆、餐厅拢关起来，互维也纳伫咧2021年的排名爬到第12，即马如果回升到2018年甲2019年的第一名。理由是稳定完善的基础设施、良好的医疗保健、大量的文化甲娱乐机会，是这座城市上吸引人的所在。像大家拢负担袂起的大众运输系统，就和真侪国际大都市拢无法度通比。Für 1 Euro am Tag können die Bewohnerinnen und Bewohner das gesamte Öffi-Netz nutzen. Die Jahreskarte kostet 365 Euro im Jahr. 规个城市的规模甲范围内，休闲娱乐设施拢正方便，也正吸引人。像要对市中心的圣史蒂芬大教堂去古多瑙河游泳，坐地铁只要6站，9分钟就会到。Wien ist eine Metropole, in der ich am Nachmittag meine Runden mit dem Rennrad hier in der Nähe der Weinreben ziehen kann oder mich im Wienerwald erholen kann und am gleichen Tag aber auch noch am Abend in die Staatsoper gehen kann und Kultur von Weltformat erleben kann. 会当看规座城市的山，民众会当伫咧树林内面健行，或者是伫咧城市的酒馆内面啉当地生产的葡萄酒。这的自来水系统是直接接阿尔卑斯山的山泉水，啉起来甘果甜，真有名。 Wir haben innerhalb der Stadtgrenzen 700 Hektar Weinanbaufläche. Das ist Weltrekord für so eine Metropole und ist sicher auch ein Grund dafür, warum Wien die lebenswerteste Stadt der Welt ist. Aber nicht nur Wein, wir haben auch ein hervorragendes Leitungswasser. Bei uns kommt Mineralwasser direkt aus der Wasserleitung. Kaiser Franz Josef hat vor 125 Jahren die Wiener Hochquellwasserleitung eröffnet und davon profitiert Wien noch heute. 甲世界其他城市同款，维也纳也拄到气候变迁暖化的挑战，所以定出2045年之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除了热天愈来愈热以外，当地大学生也讲，这几年维也纳人伫咧态度上有负面的变化。
obwohl Wien eine Stadt ist, die eng zusammensteht, wo man einen Spirit hat als Wiener und Wienerinnen, gibt es natürlich eine gewisse Ausländerfeindlichkeit und einen Rassismus, der in den letzten Jahren dann doch gewachsen ist, was mir absolut nicht gut gefällt.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下晡尾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8度；中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华岛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